日时，学生中有2人要去一个乡社，名叫伊玛我。因为路中三甲谈论所经历的事，耶稣出现伫因身边，甲因同行。学生无认出是伊，耶稣就开始对因讲明圣经中一切甲伊有关的事。忽然，因的目睭开了，就认出耶稣。因就随时转心活转到耶路撒冷，找到其他学生以及侪甲因聚集的人讲：主果然国活啦！